網紅河伯何太終於出事咯！這故事簡直比電視劇還要精彩。讓我來給你一個輕鬆幽默的版本。屯門青田村某單位，清晨8時29分，何太提着行李準備奔向自由，回歸內地的懷抱。可惜，他的計劃被河伯發現，於是開啟了一場屯門動作大片。何太一腳踏出門口，河伯以閃電般的速度衝出，你去哪裏？然後雙方展開了一場你來我往的爭執大戰。河伯情緒高漲，竟然祭出萬能接刀，何太的後腦立即多了一條紅色髮絲，場面瞬間血腥指數飆升。不甘示弱的何太當場反擊，祭出終極咬技，成功讓河伯手指見紅。這一來一往，驚動了四鄰八舍，大家紛紛求助警方。警察叔叔來到現場後，看到這場夫妻情深的修羅場，馬上啟動急救模式，把二人送院。這場家庭大戲還沒落幕，因為何太早前在直播節目裏曾預告要離婚，甚至還有更早前的兆康站殺蟲水事件。何伯憑藉一瓶殺蟲水，將一名女子的手臂燒出一段奇幻之旅，讓警方直接以毒物攻擊的罪名把他找去喝茶。這對夫妻的恩怨故事遠不止於此，還曾在港鐵車廂內與黑粉鬧得不可開交，何太粗口連發，何伯霸氣護花，甚至準備拿嗨藥水當武器攻擊對方，讓一眾乘客驚呼：現場直播比網上還精彩。